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要我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饱足，亲像食骨脆油脂。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落你。咱奉主的名伫遮组织。要用心神来敬拜上帝，请咱来吟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做伙来祈祷。慈悲听人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清早时你就呼吁阮紧紧来到你的圣殿，互阮伫遮来听候，要甲你相见面。愿你的圣神欢喜阮安尼的态度，互阮会当伫阮内心是拍开的，是迎接圣神，你来伫阮的心内来感动阮，来住伫阮内面，做阮一世人的引带，互阮
伫每一日的生活，嘛拢会当感受上帝你咧陪伴阮，你咧引带阮，你咧安慰阮，你咧鼓励阮。主，阮要献上感谢，当阮看见天气咧变化，有时阮乌阴落雨透风，天气寒冷；有时阮就看见日光，也有温暖的气候。互阮知影，这一切是出自上帝所定着，是要互即个土地，就阮所徛起即个地球，会当继续运转，互阮人徛伫即个所在，会当平平安安来过日。也互阮因为气候的演变，阮对上帝创造业理，搁较纯、较大的敬畏，也阮为着四季咧运转的奇妙，阮也献上阮的懊恼，因为阮毋知影，即个力量爱偌大，才会当互日头安尼咧运转，互阮的地球享受着日头的温暖，也暗暝会当得到月亮的光线来照，也互阮夜头看见天顶遮侪的星星排列的时，互阮会当发出阮心内的懊恼，迄是敬畏的懊恼，因为阮毋知影上帝，你创造伟大是遮尔啊大。当阮看见天顶的星，遮个星球咧运转，有因的轨道的时，阮就更较确信上帝你的创造，各按其类。也拢有迄个特殊伫遐咧运转。当上帝你创造遮个，伫遮个轨道，伫遮个道路咧运转，按照特殊的时，阮就感受着平安，阮就感受着上帝你伫阮中间的迄个平安甲安息。主，阮感谢你，你的伟大，互阮有限的人类无法度通去测度、去想象，主，阮伫你的面前是遮尔啊滋味细，总是你有缘遮尔疼阮，为着阮遮尔滋味细的人，你有缘欢喜来甲阮相沟通，欢喜听阮的祈祷，欢喜来亲近阮，欢喜伫阮的心内做工。这个业理阮无法度人明白，总是你教示阮。就爱存敬畏的心来服侍你，搁较着存舀舀出的心来欢喜快乐。做互阮咧敬畏的是，阮咧礼拜的是，互阮无伤过头高举阮的地位。阮伫你的面前敬拜的时，愿圣神教导阮，就爱降服伫你的面前，互阮安静阮的心来听上帝你的话语。你爱阮所做的是啥物？做阮对你的话语来得到明白，得到认捌上帝你的伟大，也互阮对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你爱阮做的是啥物？阮着存敬畏的心，阮决意要安尼来侍奉你，来遵趁你的话语实行伫阮日常的生活。今仔日是第2个大空的主日，做当阮咧备办迎接主耶稣降临的时，愿圣神你教导阮，阮所听候的是真理的道，是上帝的话，要临到伫阮的中间。阮若存敬畏的心、欢喜的心、顺服的心，要来遵趁的时，阮的听候就有意义。阮也感谢你，互阮今仔日，阮也要强守圣餐，互阮搁一摆有机会来省察阮的过失。主，阮感谢你有缘留阮的性命到伫今仔日，是要互阮搁有机会来反悔认罪伫你的面前，因为阮过去所犯的罪摆咧伫阮的面前，有时也来控告阮。总是阮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互
互阮会当大胆来宣告，主已经救赎阮，主伫十字架顶的献祭已经代替阮所有的罪，献伫上帝你的面前。阮伫主的内面，阮大胆，阮通好，互上帝来称作义。阮也即个做我人生上宝贝的礼物。主当阮的礼拜时，愿圣神，你提醒阮，互阮会当主神来听你的话语，也互阮决意要照安尼来行。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主耶稣教导阮的祈祷文，阮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入敌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咱来启应，咱来启应吼。圣诗后面启应文24篇，启应文伫圣诗后面37页，启应文24，我来启，请咱来念。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将你的话放入我的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看出你目中的天条。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听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门。咱过来吟圣诗183首，圣诗183首。圣经亲像物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Lord.
告别咱的信仰，咱来做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手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得堡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荣辱，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诚信，我是圣公共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圣乐队要引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耶稣永远的主。咱要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章19节到25节。雅各书第1章19节到25节，伫现代中文译本，就是即本
我手所提这本，伫新约的部分355页，伫拿配迄本台语汉字版是伫新约的部分263页，请咱现场会当做伙来读。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恁每一个人拢应该随时注意听别人的意见，毋通急要发言，搁较毋通容易生气。人的生气并袂当达成上帝公义的目的，所以恁着脱离一切不良的习惯甲邪恶的行为，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伫恁心内的道理，就是迄个会当拯救恁的道理。总是恁毋通欺骗家己，掠做简单听道理就有够额。反倒转，恁必须实行道理。迄个听道理却无去实行的，拄亲像一个人对镜咧看家己的面貌，详细看一叠久，然后行煞位，两边袂记得家己生做啥物款，总是严密查考迄个完整，佮互人得自由的法则，来谨慎遵守的人，毋是听了就袂记得，乃是切实来实行道理的人。即款的人伫伊所做的事顶面，一定受上帝祝福。以上是上帝的话。咱所敬听的蔡正道主任牧师，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伫上帝的话中蒙福，伫上帝的话中蒙福，请咱来注意。主神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互大家会当得到福气的工具。因为咱在上帝听咱，为咱准备一切美好的代志。上帝无留一项好物无互咱，伊用好物做咱的心愿。然后上帝有互咱一个真好的礼物，就是圣经。这是真宝贵而且重要的礼物，就是上帝话圣经。所以咱今仔日要来用心来学习，安怎透过上帝话来得到福气。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透过每一个敬拜赐福互阮，你透过敬拜，互阮甲你亲近，你也亲近阮。特别透过敬拜，你将你的话互阮，会当诚做生命的帮助。所以主啊，这是阮要用较无的心来迎接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排除一切你无欢喜的事，互阮用静静的心领受你的话，无任何阻挡。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讲上帝的话，就是圣经，意思是讲圣经是上帝要对咱讲的话，伊交代咱的代志。圣经亲像啥物呢？我有一个经验，伫我去瑞士进修的时阵。有一个周末，所以我就安排一个3天的旅程，想要去无共款的国家去踅踅。我安排旅程是有一步的时间，我伫瑞士的即个东部的所在游览，然后我就坐火车到德国去拜访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是我伫大学的时阵团契的朋友，因伫德国伫遐读册已经10外冬。所以我想讲去拜访伊，然后伊会替我安排伫德国的行程，然后我打算用上尾一天，会当对德国坐火车坐马车到即个
法国的首都巴黎，伫遐伫这巴黎的所在，会当有一天的活动，了后我较坐火车蹛去日内瓦的所在。我感觉这安排真好。嘛照安尼开始旅行。我到德国的时阵，我一落火车，我的朋友就伫火车头咧听候我，叫我去因兜伫遐食饭开讲，讲起真侪只大学时代的代志，我真欢喜。伫要困进前，伊就问我讲：明仔载我这德国的行程我已经帮你安排好啊，你最后一天你拍算要安怎？我就来讲我的计划，讲我要去巴黎的所在佚佗一天。伊就问我讲：安尼你有准备无？我就讲：较会着个啥物准备？着坐火车去到遐，搁对火车头，搁坐车等于日内瓦，安尼就会使啊。若袂晓，就开喙人问就会使啊。伊就讲：你毋通想遐尼简单。伫法国大多数的人拢无要讲英语啦，会晓讲伊嘛无要讲。所以你去人问你就问袂通啊。我阁袂晓讲法语。而且伊还讲伫法国巴黎有6个火车头。我对德国坐去的火车头，落车的火车头，甲我对巴黎要坐等于甲日内瓦的车头是无共款的。我讲原来是安尼安尼要安怎？伊就对伊的册架啊，摕2项物件互我，一个是即个巴黎的地图，地图，互我知影迄个地图要怎用。第二就是一本介绍即个真侪欧洲的城市的中文的说明书，旅游的册的说明书。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咧讲巴黎即个城市。伊讲你坐火车的时阵小可读一下，准备一下。好佳在有即2项物件，一个地图，一个旅行的说明书，互我会当真安全伫遐佚佗。因为这说明书顶面就我讲，倒位较好佚佗，要食啥物物件爱去倒位买，倒位是较无安全的所在。所以我就伫遐早起时，我坐马车去到遐早起时6点到。暗时6点外坐火车等于到日内瓦，一切拢真顺利。好佳在有即2项物件。这就互我想着讲，咱的人生亲像一个旅行同款。咱伫这人生的旅行，有哪需要有地图，需要有说明书。如果你若有一个真好的说明书，会当帮助咱伫人生这旅程中间，得到真好的指示，互你知影安怎较安全，安怎较袂危险。互咱知影，咱人生的最后的目的地是伫倒落，因为这是上帝要交代咱的话。咱若照这个说明书的指示，照这本地图的指示，咱就会当平安到伫上帝爱咱去的所在。所以这是圣经对咱真大真大的祝福。今日咱伫台湾，真简单就当摕到一本圣经，你咱去册房买，甚至你去住旅社的时阵。旅社每一个房间差不多拢有圣经，全世界总共2000多种无共款语言翻译的圣经，出版真侪真侪，而且圣经自古到今，真侪人透过这本生命的册来得到帮助。所以圣经确实会当互咱得到福气，因为圣经是一本充满祝福的册。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真侪充满安慰、充满愿望、充满智慧甲能力的话语，这对咱人生的过程，互咱极大极大的帮助。咱看见伫圣经中间，保罗捌写批互伊学生提摩太，因为伊知提摩太咧牧养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可能会产生一寡问题，而且当时阵世间有真侪异端兴起。提摩太佫是一个真少年的传道者，所以伊写一张批互提摩太来交代，讲你嘛爱记即你自细汉就明白的圣经，就是会当互你智慧，引带你借着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拯救迄本册。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你自细汉就读圣经，你要运用这本圣经，互你有智慧，互你伫牧养教会过程中间会当得到帮助，而且会当互真侪人照着圣经的指示，因为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拯救。所以咱明白圣经互咱一个足大足大的祝福，伊会当互咱智慧，而且也会当互咱透过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拯救。
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雅各书的作者嘛，甲咱讲，圣经绝对会当互咱得到福气。咱拄则所读的25节，我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咱来看一下。伊讲独独迄个详细查看迄个专备，互人得到自由的律法，这律法就是指旧约圣经。而且时常安尼，这个人毋是听就袂记住，乃是实在行出来，就伫伊所行的顶面的代志顶面，的确得到福气。所以圣经的作者甲咱讲，咱用心去查考圣经，会当互咱得到自由，得到透放，并且咱若将这圣经的话语来实行出来，咱的确伫咱所行的代志顶面得到福气。但是同时，咱嘛爱明白一点，虽然圣经是一本会当互咱得到福气的册，圣经会当带互咱足大的祝福，但是无代表讲你有一本圣经，你就会当对圣经中间得到利益。咱爱学习使用圣经的方法，就是你也知影爱使用这本说明书，安尼会当互这本祝福的册成做咱的帮助。因为真侪兄弟姊妹，上界大的困难，毋是无要看圣经，是看毋捌。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透过咱所读的经文，甲大家来学习安怎去了解圣经。今日咱来讲态度的部分，后礼拜咱来讲安怎实行圣经的部分。为着互大家更较明白咱的圣经，所以咱来看咱的周报18页。对即礼拜开始，牧师拢有将牧师讲道的大纲拢会写伫18页，中间有一寡无写着的，迄就是要互你家己写，因为你若一边听一边写，你会记得较清楚，所以18页的所在，大家会当，如果你若需要，你会当照这大纲来一边听一边来领受。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咱要对上帝话得到福气。第一点就是你读圣经的时阵你爱准备你的心啦。咱顶回有咧讲敬拜的时阵，敬拜的时阵，咱咧听上帝的信息的时阵，嘛是爱准备咱的心。相反，咱咧读圣经，你要将你心禅来整理好势，互伊会当来真好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这21节的后壁段，伊安尼讲，所以咱脱去一切误会甲惯惯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就是会当救恁灵魂的道。所以这段经文甲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雅各书的作者伊将咱的心比如做一个田园，所以讲爱存温柔的心去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意思上帝的话那亲像种子相款，要栽种伫咱的心，所以咱要准备好咱的心啦。所以要伫上帝的话来得到福气，第一步就是爱准备好你的心。伊咧讲即个比喻的时阵会互咱去想到耶稣基督捌讲一个比喻。伫福音书中间，咱看到耶稣基督捌讲一个比喻，就是讲有一个人出去野种子，对无？伊野种子，伊讲伊野的时阵，有一寡种子落伫路边，即个飞鸟来一看到，但即个种子食去，都无去啊。有一寡是落伫即个土真浅的石头地顶面，虽然有土所以马上就生根，但是因为迄下骹面是石头地，所以根无法度侵入，所以这是要布染了，日头一照落，无偌久就枯干去。佫有诶种子落伫这刺皮中间，伊会长大，但是刺皮比伊大较大，所以刻掉诶，互即个是要无法度生长。当然有一寡种子去压伫好土诶顶面，伊就长大结实。收成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拄刚雅各书的作者所讲的这个真合。这个比喻中间有一个重点，咱看见着这个野种的人，伊野的种子拢是相共，但是因为落伫无共款的土壤，
所以伊的结果无共款。相反，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是相共的，咱所读的圣经是相共的。但是一个有准备好心的人，甲一个无准备好心的人，伊所领受的结果是无共款。所以准备好咱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咱古书的作者有两项提醒。第一项，伊讲咱爱除去迄个误会甲邪恶。除去误会甲邪恶，意思原文是讲脱去啦吼。意思讲一个人将迄个误会的衫脱掉，吼。意思讲咱爱去杀过去不良的习惯。这误会吼，原文来用伫即个误会即字来用伫医学上是指这耳塞。意思是讲吼，你要将你耳孔内底阻碍你听智慧言语的物件来除去，详细来听。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咧劝勉所有兄弟姊妹，你要先将你心中的杂念来除去，所有阻碍咱领受上帝话的物件，你来除去。有啥物物件会阻碍咱领受上帝话？我感觉有几项。第一项就是骄傲。有真侪人咧看圣经，看真侪册，咱是用批判的态度咧看，但是看圣经你袂使。你袂当去批判圣经，你要用圣经来批判你的生命。这第一项骄傲，你要来除去。或者是，这野懒，有个人读圣经读到变形式化，有读就好，有读读无入去，你要求上帝将这个物件来除去。佫有真侪咱这无好的习惯，咱来除去，通互上帝的道会当进入咱的心中。所以咱要安怎得到清气，就是认罪。拄则师会吴长老有带咱做认罪祈祷，我感觉真好。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明白咱是一个有罪、需要改变的人。咱透过认罪，求上帝将这个不义把咱洗清去，互咱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9节讲：咱若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互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除去心中这杂质，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古书的作者讲，咱要存温柔的心啊。存温柔的心吼，咱若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翻译做顺服的心。就是讲，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吼，你毋通用你家己的意念去解说上帝的意思，你要了解上帝真正的意思。咱爱去顺服伊啦，爱放弃家己的意念。有个人吼咧读圣经，就是爱圣经来证明伊家己做的是对的。安尼无法度，互圣经改变咱。当然关系读圣经的方式，牧师伫明年度有一个训练会中间，我会甲大家较详细分享。我今仔只有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讲你爱将你的心变做柔软，毋通心伤定。亲像迄个亚种的比喻相共，亚伫迄个石头地顶面，种子就无法度生根嘛，就无法度成长，无法度结实嘛。所以你的心爱柔软落来，愿意互上帝话来改变咱。若要读的方式吼，牧师有一个提醒，就是上较重要爱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中心的方式来了解圣经。相反一个圣经。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解说，但真正爱解说，咱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带来什么款的意念？咱用这个做中心来了解。咱看见着伫圣经中间有一群人嘛，足够解说圣经。什么人？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嘛，因对圣经拢真熟嘛，因对圣经差不多拢会咱背起来。但总是因拢看迄个圣经表面上的这规条，结果因传讲的信息就是指责、定罪、带互人重担的信息。但是，拢看见着耶稣无共款，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解说的圣经是充满上帝的怜悯甲疼，毋是教条。耶稣所传讲出来，就是要讨帮咱，互咱伫上帝话内底会当得到安息，毋是教条。
是进入咱的生命，要为咱生命带来更新改变的。所以，请咱来用温柔的心，求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动工，互上帝的话来改变咱啊。所以，咱伫要领受上帝的话，要读圣经之前，咱来求上帝讲，求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动工，互我的心柔软落来，我愿意顺服你的教示。这种的读圣经的态度，才会当带来极大的快乐，是改变的快乐。第二项，当咱心态、心肠准备好，咱来欢迎上帝的话。上帝咧夜静的时候，咱来欢迎上帝的话。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中间，拄则咱所读的迄节吼，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做用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种伫你心内的道。这接受吼，伫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领受。其实伫希腊文的原文中间是诚心欢迎，真欢迎上帝的道进入咱的心中，因为上帝的道是咱的祝福嘛。咱若去一间餐厅，正常吼，咱若入去一间餐厅，这餐厅的员工头家会甲咱讲欢迎光临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客是这间餐厅的祝福嘛。你入来，这间餐厅就有收入嘛。因为人客是伊的祝福，所以欢迎伊入来。你若无欢迎吼，人客无爱来。我有一遍，阮全家吼去台南一间店餐厅食饭，入去了，我感觉迄间餐厅的气氛真奇怪，阮一组人客尔。我看迄头家甲头家娘吼，可能当员家吼无啥欢喜。菜单要点的菜单用等的，阮点了吼。我阁提起迄柜台来讲，我要食这。然后我转来了，我甲阮牧师娘参详讲，咱敢有做毋着啥物代志，看安尼怪怪啊，拢无欢迎咱，我物件摕来拢囥的，就走的。结果阮食了，我甲阮囡仔参详讲，即间餐厅阮以后可能袂来啊，都无欢迎阮。所以因为因可能感觉讲有恁也会使，无恁也袂要紧。咱若咧领受上帝话，若用即款的态度，有也会使，无嘛袂要紧。即款上帝话无法度改变你的心啊！你要欢迎伊入来。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互咱两个提醒。第一，就是爱较无欢迎。伊讲，恁逐人爱，这是和合本的圣经讲，爱快快听，慢慢讲。我咧读这段圣经时，我感觉奇怪，什么叫做快快听？那么叫人快快讲，靠人快快听。快快听的意思就是讲，你期待这个讲的人会当快快讲。所以伫礼拜日咧听牧师讲道的上界标准的姿势是啥物？你敢知？就是恁爱坐伫迄椅仔头前，爱用头前安尼，头爱往头前看，目睭爱挑大大蕊赶紧讲，赶紧讲，你若安尼听因为牧师咧讲道拢做有气力的做受着激励。你若坐伫遐讲，哎哟，较会讲遐久，遐啰嗦，赶紧讲好了。牧师讲就讲袂落去啊。所以你有迄个期待，较无的心讲，快快讲，快快讲，我要领受，我要领受。像一个迄囡仔咱有迄照顾细汉囡仔迄囡仔咧食牛奶怎啦？你来拄过伊了，一直输哇，巴肚枵，较赶紧食。咱有即款较无的心啦，所以快快听意思就是较无的意思。咱有即种较无的态度，恐惊讲我若无较无的时阵，那即句听无清楚，安尼那错过了，安尼要安怎？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啦。慢慢讲，就是意思来讲，咱毋通讲啦，因为你若一边讲，你就无法度听人讲话嘛。你若一边讲话，你免听人专心听人讲话，爱留心来听，爱专心来听，爱较无欢迎。这是第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就是爱平静领受。拄则所读的经文和合本的圣经讲爱慢慢生气，慢慢地动怒。意思讲，咱爱有一种平静的态度，因为这种平静的态度，互你领受较济。当你若咧生气，你咧艰苦，你心内有苦毒，你咧怨恨别人的时阵，你人坐伫遮你听无济啦，
因为你心咧嘎滚嘛，因为想你家己的代志嘛。你敢知？若有一个人来找牧师，要甲牧师甲伊讲话，伊若一边讲一边哭，通常我拢袂讲互伊听，我讲你继续哭，哭到你要听，我较要讲。因为你一边哭，你就无法度听我讲的嘛，你若口劝伊就听袂落嘛。所以咱真正爱明白，就是咱爱用平静的心来领受，爱用平静的心来领受。明仔互咱有平静的心，互咱有较无的心，就是咱透过咱的敬拜、吟诗、祈祷、学乐、感恩。咱宣教师拄则咧吟的，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安那学乐入伊的院。咱要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你要先入摆门，先入摆伊的院，先入摆伊的门嘛。入摆了，咱才当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嘛。所以就是用感谢。用学乐，你咧感谢一个人，你咧学乐一个人，你就会将焦点集中伫伊的身躯顶嘛。咱咧学乐咧感谢上帝的时阵，咱就将迄个焦点集中伫上帝，毋是集中伫咱本身。所以当咱祈祷、感谢、学乐，咱将迄个焦点集中伫上帝的施恩宝座的时阵，上帝的话就会当透帮咱。这爱平静领受。然后今仔日的最后一个部分，牧师要甲大家来讲，就是你爱互上帝的道伫咱心中动工。这孕育的孕，来咱写做怀孕的迄个孕，互上帝的道伫你的心中动工。所以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第23节到24节安尼讲，因为听道无行道的人，就亲像人对镜看家己的本来的面貌，看见。然后走，马上就袂记起伊的面貌。当然，这是咧讲着讲听到了爱行的一件代志。这后礼拜咱会继续这个主题来讲。牧师这个时阵要爱大家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话语的功能。伫遮，我告诉大家讲一件事，讲圣经亲像一面镜，亲像咱拄则所念的圣诗，圣经亲像一面镜，镜的作用是安怎？镜的作用就是互你看见你的真相，你的实况嘛。你咱下早要出门之前，你有照镜无？有啊，因为咱知影暗时困去头毛会愈苍苍对无？面这个有目屎膏所以你爱照镜，了解讲你的实况是安尼当然，你照镜了，你就爱来洗面洗洗，整理你的这是后礼拜要讲的。但是你明白就是讲，你爱先去照镜。因为照镜是要互你明白你外貌真实的状况，相反，圣经是要互你看见你心内真实的状况。所以你要对圣经得到福气，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互上帝你的内心动工，求上帝透过伊的话语来更新你。请会注意是更新你毋是更新别人咱有时咧读圣经，拢是替别人来读的。我讲这个人来看这段圣经，毋知偌好诶，伊就是拢犯即款罪啦，伊咱礼拜无要来，牧师咧讲都咧讲着伊，请大家爱记住，圣经是咧对你讲话，更新你，安尼才会得带来作用，才当祝福你。你莫为着别人去读圣经，你先为着你家己来读，为着家己来读，圣经先改变你。更新你，因为圣经有一种气力咱看起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上帝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比生命内的刀剑搁较快，甚至咱的魂、咱的灵、骨质甲骨髓，拢会当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甲主意，拢会当辨明。意思讲，上帝话会当更新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将你整个的人换心，所以咱来明白有这个功能。你要为家己读圣经，伫每一遍读的时候，圣经的话就感动你，带来改变。这才是圣经真实的对你的作用。你要得到福气，你的确爱安尼做。安尼要安怎互圣经伫心中动工？后礼拜我会讲较详细，但是今仔日要大家讲一个意念，就亲像这个作诗的人同款。
咱爱惜、爱靠无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规日不住咧思想。你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肝，亲像咱拄则启用所讲的，将上帝的话放伫咱心肝，免得咱得罪伊啊。你将一个人的话记伫你的心，你就会想到即个人。前一阵我去看医生，医生甲我交代讲吼，你若要较有健康的身体哦，你毋通啉汤啊，吼，叫我毋通啉汤啊。所以你敢知影？我即摆吼，要照3顿少念即个医生啊。因为我逐个要食饭，我想讲啊，即个医生甲我讲，叫我毋通啉汤，我毋想着毋通啉汤了，我阁想着即个医生啊。相反，你若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肝，提醒你的时阵，你就时刻去想着上帝。咱生活中间就是需要安尼嘛。你生活中间咧做啥物款的决定，要做啥物款的决策，你爱想讲上帝会安怎做？你有啥物款的行动，求上帝来帮助你。你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肝，上帝就时常甲你伫地，为你的生命带来快乐。咱今日分享的信息到这，后礼拜咱要继续看圣经要安怎为咱带来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来更新阮，来改变阮。主，阮愿意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互阮心中充满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福气。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215首，来备办来参加圣餐。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辛苦替咱定死，代表我受恶名公义，我为老主被救他心。谢谢。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未参者，
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犯下真愿意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耶稣讲：恁既然着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各位三甲之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圣经中间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奉伊的名，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垂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列伫你面前遮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你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悲伤，咱得到医治；因为伊的刑罚，咱得到平安。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为着少年伊，三甲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伊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少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血所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所流出的宝血，将咱的罪过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遍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大家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领受你所赏赐阮的圣餐，互阮搁一遍甲你有圣洁的交通。主，阮是何等羡慕，甲你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互阮活伫你内底，你也活踮伫阮内底。主，阮恳求你，当阮每一遍领受你的圣餐的过程中间，求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真知影，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每一天拢甲你结连。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个时阵，咱要来奉献大圣我伫这个所在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少年教会来做礼拜的新朋友阮要拜托你，若伫外面还未填写即张留名卡，请你会当伫你的座位的头前，你摕即张来写好，确定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好甲你熟悉。这个时阵，请咱来备办来奉献。
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面前奉献，阮将阮的人生也献伫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即时来报告，请咱掀开咱周报第5页，第一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关怀艾滋病的主日，呼吁兄弟姊妹共同关怀艾滋病社会福利基金会所做的事工。第二，本主日是大港节第2主日，咱有点到第2支紫色的蜡烛，代表信心，互咱用坚定的信心，伫即个经济无景气、动乱不安的时代，学习完全信靠、交托，活出主的样式，诚侪正人的祝福。咱本年度圣诞节的活动。咱有刊登伫周报的第17页，咱有即个真水应该真水即个单张，咱有迄伫外面，请咱会当来摕来关心参加，来邀请咱的朋友，特别是无道友做伙来参加。第二，圣诞节的事工是咱要伫社区来分传单，伫今仔日中昼，咱礼拜煞。咱有分区自产了后，咱就要去咱的社区来分发圣诞的传单。请你已经报名兄弟到指定的地点来用餐。圣诞福音的地会伫12月初10，就是咱即个拜六，即个礼拜六过来即个拜六下晡1:30到3点45伫咱10楼礼拜堂要来举行，伊的主题是新造的人，特别要邀请思雨来做伊的生命的见证，请各小组团契邀请无道友、新朋友来参加。圣诞的报佳音有记载伫即个所在，也请咱会当关心。12月17暗时，咱有举办一个奇迹的暗会，就是咱教会有去制作一出微电影一个播放，咱伫12月17拜六暗时6:30开始伫10楼礼拜堂。内容有诗歌、敬拜、赞美，有魔术，有微电影，也欢迎兄弟邀请朋友来参加。12月24有平安暝的圣诞乐，才有节目的说明，请咱家己来看。咱掀开第6页，咱12月25，咱有举行圣诞节的赞美礼拜，请咱会记住，迄日的礼拜的时间是10:10开始10:10，请咱着真正会记住，毋通10:30来。咱就拢坐满你会变做是会影响大家人礼拜的即个会友请咱会记住即个时间。迄日的第2场的礼拜提早到8:50，也请参与第2场礼拜的兄弟来留意来参加。小会蒙道理伫12月16暗暝7点，请有轮值的长老来注意来参加。
过来就是请咱掀开第9页，第9页才有即、个为12月25要受洗礼兄弟姊妹，有名单写伫即个所在，有16位的姊妹，有8位兄弟。即个比例已经比咱的会友的比例有较悬啦吼。即、个2比1吼。其实咱的兄弟的比例其实比这较少啦吼，所以有渐渐咱的兄弟比例敢若有较咧增加的款啦吼。有细囝洗礼有8名吼，坚信礼有4位。咱若注意看即个数字，咱受洗礼的人数是无咧增加啦吼，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大家爱做伙来加油吼。过来就是咱掀开第18页。18页拄则礼拜讲道中，蔡牧师有特别甲咱提醒吼，伫18页才有即个信息的大纲吼，咱会当伫礼拜中，也是伫礼拜煞，咱会当来填写，增加咱的印象吼，较袂记记吼。以上报告，来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即新朋友。有第一位是吴明辉先生，明辉兄，坐伫后壁面欢迎。咱请40位的朋友代表教会来欢迎伊阁有一对夫妇林凤明、王信林夫妇伫遮欢迎欢迎您。阁有一位先生是吴元和先生，吴元和先生，吴元和先生，欢迎这是对咱来转来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欢迎这新朋友，等礼拜结束了，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会当阁做这一步的交代。这时阵牧师要特别来替大家祈祷。你心中有病痛、有劳苦担当大，咱来亲近上帝，互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自入伫你的圣殿，领受你的恩惠。主，阮伫每一遍甲你亲近的时阵，阮就得到快乐。阮也确信，耶稣基督会变相阮得到医治，因为伊的刑罚，阮得到平安。所以，所有阮心神肉体软弱的人，要来亲近主，求主你帮助阮。阮确信你的手势，互阮的快乐，互阮的心灵、身体勇行起来，也帮助阮有智慧，伫生活中间透过阮的生命来荣耀你。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吟上扬的诗，圣诗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咱起立吟。我将恁交代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
请坐，庙岛下温，强受车欠。